快我哋進入我哋嘅信息啦。所以很快我們進入我們的信息。再喺度做一個祈禱。我們再做一個禱告。主啊，你嘅新生命係何等重要！主啊，你的新生命是何等的重要！但係如果你唔喺肉體誕生我哋嘅時候，我哋亦都冇呢個嘅存在。主啊，如果你不在肉體裡面誕生我們的話，我們也不存在。因為你嘅愛啊，就是因為你的愛，你使我哋有目的、有盼望，使我們有目的、有盼望，有呢個存在嘅價值，有這個存在的價值。求你祝福我哋以下嘅你自己嘅説話，求你祝福你自己的使每個人都重新得力，使每一位都可以重新得力，振奮每一個人自己嘅價值，振奮每一個人的價值。喺你眼裏邊何等嘅寶貴，何等嘅可愛，在你的眼中是我們何等的寶貴，何等的可愛。奉主耶穌名求，奉耶穌的名求。Amen。Amen。當中咧未有洗禮嘅咧，我係好鼓勵你哋咧，有一日咧都喺呢度咧係受洗歸入耶穌。所以當中還沒有洗禮的話呢，我鼓勵你們有一天在這裡受洗，歸入耶穌基督。今日個信息就係叫愛嘅完成。所以今天的信息是愛的完成。咩叫完成？什麼是完成？世界好多嘅事情，世界很多的事情開始咗，開始了。個咪有啲開始咗，並不表示咧會完成。開始了不表示會完成。世界好多嘅完成咗嘅事情，但世界有很多完成了的事情，並不表示佢有好好嘅價值，但並不代表它有很好的價值。所以世界只有兩個嘅完成咧。所以世界只有兩個完成，係好偉大嘅完成，是很偉大的完成。但係呢個完成咧關乎愛嘅，但這完成是關乎到愛。同張族家嚟講，跟你旁邊的說，上帝愛你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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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唔係，你都唔會存在啦。如果你也不會存在啊。所以你唔好糟蹋自己啊！所以你們去糟蹋自己，糟蹋自己。係啊，我哋要愛神。我們要愛神，但係佢話愛人如己。但他說要愛人如己。如果你唔愛自己咧，如果你不愛自己呢？尤其上帝俾咗新生命你咧，上帝給你的新生命呢？你點樣去愛別人咧？你怎樣去愛別人呢？所以我哋要愛上帝嘅生命。所以我們要愛上帝的生命。好啦，我哋睇下點樣嘅完成咧。好，我們看看什麼是完成。好，我聽阿 Frankie 讀一讀。創世紀1章27、29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說：看哪，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蔬菜和一切樹上所結的有核的果子，全賜給你們做食物。所以第一個最偉大嘅成就咧，就係上帝創造人。所以第一個完成就是上帝創造人。但係佢唔係以任何嘅形象去做人，佢用自己嘅形象做男做女。他不是按照別的形象去造，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原先咧，所有人都應該有上帝嘅品情、上帝嘅形象嘅。所以一開始每個人都有上帝的品性和性情。唔係你嘅外邊喎，不是你的外面，因為上帝唔會咁矮同我哋你又高啲，不過我矮啲咁。所以上帝不像我們這麼矮啊，佢係好偉大嘅神，因為他是很偉大的神，所以唔係外面，不是在外面，係我哋裏面應該像神一樣。是在裡面我們要像神一樣。好啦，佢又做晒所有世上嘅東西。好了，他又做了世上所有一切的東西，俾供給我哋食物，供給我們食物。嗱，呢度睇下點解上帝喺第6日先做人呢？所以你們看一看，為什麼上帝在第6天造人呢？佢做晒天上嘅走獸嘅飛鳥，他做了天上的飛鳥，地上的走獸。所有一切嘅食物係供應，不但只係走獸，亦都供應俾人類。所以所有一切的食物，不單單是走獸，也供應給人類。佢喺第6日先做人，他在第6天才造人。佢睇到一切上帝做嘅一切都話
看以為好，甚為好。所以看到一切的，上帝都說看為甚為好。點解喺第六日做人啊？為什麼要第六日造人呢？最後一日做人啊？為什麼最後一天造人呢？有冇人知道啊？如果你第一天造人就沒東西吃了。對啦，對啦。哇！你都係好為食啊你。人以食為天。對，就算冇嘢冇佢做嘅其他，我哋一出世咧就冇嘢食。對，因為第一天出生的話呢，我們一出生就沒有東西吃了。甚至係冇空氣去生存啊！甚至沒有空氣去生存。如果上帝唔做咗呢個，先做呢個大氣層，如果上帝不先造這個大氣層，我哋嗰啲空氣好容易就流失嘅。空氣很快就流走。所以我哋嘅氣息咧係唔可以生存。所以我們就沒有不可生存。如果佢做太陽近一啲啊，如果他照太陽近一點，我哋會融化。我們就會融化。如果我哋離太陽遠一啲，如果離太陽太遠了一點，我哋都會變冰條。變冰條啊！佢話OK，所以佢第六日，所以他第六天，你睇唔到上帝嘅愛啊？你看到上帝嘅愛了嗎？佢預備晒一切，他預備好一切，先至放我哋喺度，才放我們下來。佢唔俾我哋有缺乏。他不讓我們有缺乏。正如你有啲父母啊，就好像有一些父母，佢預備一個好好嘅房間，一個好好嘅環境，他預備一個很好的房間，一個很好的環境，先至將佢誕生嘅兒女，我唔知 Adrian 有冇咁做啊？他會才誕生孩子出來啊！所以今日嘅信息咧，都將我哋所講嘅嘢咧，都係串埋一齊。所以今天的信息就把我們所講的一切串在一起了。所以我哋要留心，究竟上帝同每一個人講乜嘢？所以我們留心上帝對每一位講什麼，就係愛啊，就是愛，同埋你嘅生命和你的生命。好，我哋所以上帝同樣佢愛我哋，將喺第六日咧，佢安排晒一切先擺我哋落去。所以上帝就因為愛我們，他安排所有一切，才第六天安排我們下來了。第二個最偉大嘅成就，第二個最偉大的成就，呢個更重要。這個更重要。好，我哋睇讀一讀。我們一起來讀。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，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，他就成了有靈的人，名叫亞當。其實係咪跳咗一個呢？係啊。好，跳了一個。再讀。係啦，呢個跳咗一個啦。第二個最大嘅成就係乜嘢呢？那第二個最大的成就是什麼呢？唔該你讀。一起讀。耶穌嘗了那醋，就說成了，便低下頭，將靈魂交付神了。猶太人因這日是預備日，又因那安息日是個大日子。如果上帝唔做第一次嘅成就，我哋冇可能，我哋唔會存在。如果上帝不做第一個成就，我們不會存在。佢做咗我哋之後，佢話看以為好。他造了我們之後呢？他說看以為好。第七日安息。第7天就安息了。因為佢已經完成啦。因為他已經完成了。第二個呢，就係第二個嘅生命呢，就係救恩。所以第二個的生命就是救恩。就係靈裏邊嘅第二次嘅生命。就是在靈裡面的第二次的生命。叫做重生。叫做重生。耶穌話成了。耶穌說成了。同樣我哋唔需要做任何嘢咧，要到天堂啊！所以同樣我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，我們都可以到天堂。唔係靠我哋嘅行為啊，不是靠我們的行為，係靠上帝嘅恩典。是靠上帝的恩典。但係我哋要相信。但我們要相信。順格嚟講，你要相信。跟旁邊的說，你要相信。你因信而得救啊！因信而得救。因信而得救。因信而得救。所以佢做完之後，佢第二日就安息啦。所以他做完之後，他第二天就安息了。呢個係上帝兩個最大嘅成就。這是上帝兩個最大的成就。如果冇咗呢兩個呢？如果沒有這兩個，我哋當然唔可以生存啦。我們當然不可以生存啦。空虛混沌。空虛混沌。我哋亦都冇永生嘅盼望。我們也沒有永生的盼望。個個都係歸於塵土。每一位都歸於塵土。點解佢話我話上帝用呢個泥土去做人？為什麼上帝用這個塵土造人？然後吹一口氣。然後吹一口氣。佢哋成為有靈嘅活人。
他們就成為有靈的活人陣。間你話你係有靈嘅活人啊，跟旁邊的說，你是有你靈的唔活人，係好似動物咁冇靈啊，你不像動物一樣沒有我哋靈。係萬物之靈啊。我們是萬物之靈。咁呢兩次嘅分別有那這咩分別？那這兩次的分別第一有什麼次嘅創樣分別呢？造同第二次嘅創造有咩分別？那第一次的創造和第二次的創造有什麼第分別？一次嘅創造咧，上帝俾一個永恆嘅生命、永恆嘅身軀俾我哋。所以第一次的創造是上帝給了我們一個永恆的身軀。如果我哋唔犯罪咧，我哋可以活到永遠嘅身軀啊！如果我們不犯罪，我們可以活到永遠的身軀，不朽壞嘅身軀啊！不朽壞的身軀。但係第一次嘅創造咧，我哋嘅靈咧有機會失掉。但第一次的創造，我們的靈就有機會再失掉。聽一次啊！佢俾我哋一個永恆嘅身軀啊！第一次。再聽多一次，第一次是給我們永恆的身軀。第二樣咧，佢俾我哋一個會失去嘅靈。第二個就是讓我們有一個會失去的靈。俾大家睇下點解，佢證明俾你點解呢個金句。這個經文就證明是，怎麼解釋的？大家一起讀。亞當生賽德之後，又在世800年，並且生兒養女。亞當共活了930歲就死了。你睇唔睇到啊？雖然亞當犯咗罪啊，佢仍然咧活到930年。你們看一看，雖然亞當犯了罪，但他仍然活到930歲。哇！哇！喺800年咧，仲生養眾多，仲生兒女。所以他在800年呢，而且生兒養女。所以我哋之前原先嘅身體咧好健康。所以我們之前人的身軀是很健康的。但係因為罪嘅影響，最後因為罪的影響，人墮落了，人墮落了，所以失咗呢個健康。所以失去了這個健康。我哋讀一讀呢度冇？我們一起讀這個。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，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。耶和華說：人既屬乎血氣，我的靈就永在你裡面。然而他的日子還可到120年。你睇唔睇到？本應我哋有一個靈，你看到嗎？本應我們有一個靈，一個健康嘅身體，一個健康的身體。但係因為人嘅罪啊，但是因為人的罪，聖靈唔想與人永遠同在。聖靈不想與人永遠同在。人屬乎血氣，人屬乎血氣，盡都是惡，罪都是惡。點解呢個世界而家咁多嘅動盪、咁多嘅戰爭啊？可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呢將會發生。所以為什麼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的罪惡、這麼多的戰爭，可能會有第三次的世界大戰？希望唔會，祈禱唔會發生。我們禱告不會發生。但係呢兩次嘅世界大戰已經死咗好多人。因為在2次的世界大戰已經死了很多人了。因為神嘅靈離開咗人。因為神的靈離開了人。人變咗好血氣。人變成很血氣。佢話：我嘅靈唔會住喺你裏邊，永遠住喺裏邊。他說：我的靈不會永遠住在你裡面。但係仍然呢，你哋嘅日子咧120歲。但裡面的日子仍然可以活到好少見到人咧超過呢個年歲嘅。所以我們很少看過有人超過這個年歲。上帝憐憫我哋。上帝憐憫我們。仍然俾我哋120年。仍然給我們120年。咁喺呢120年裏邊，那在這120年，我哋要學到啲乜嘢咧？我們要學習什麼？你哋每個人喺世上咧，只一段時間。你們每個人在世上只是一段時間。佢俾你120年去學習一啲嘢。他給你120年去學習一些東西。佢想我哋學習啲乜嘢？他要我們學習什麼？我哋所做嘅可能你覺得好重要。可能我們所做的覺得很重要。當然好多嘢都好重要。當然很多都是很重要。但未必所有都有永恆價值。但未必所有都是永恆的價值。但有啲嘢120年裏邊咧，你每個人都要學到嘅。所以在120年裡面，每個人都會學到的。咁呢係乜嘢咧？那到底是什麼呢？第二次嘅創造咧唔同啦。那第二次的創造就不一樣了。神俾我哋一個有限嘅身軀。神給我們一個有限的身軀。你唔會超過120年。
你不會超過120年。當然有少少嘅例外，當然也有很少的例但係我未外，聽過啊，暫時都未聽過。但我暫時還沒有聽過。因為你個身體，因為你的身體，上帝俾你有限。上帝是給你有限的。但係第二個重點喺邊度呢？但第二個重點在哪佢俾裡呢？你一個無限嘅靈喺你裏面。他給你一個無限的靈在你裡面。喺靈裏邊，你可以擁有無限嘅能力，所以在靈裡面，你可以擁有無限的能力，一個復活嘅能力。一個復活的能力。因為耶穌佢不會死嘅，不會死，不會滅。因為耶穌他不會死，不會佢就滅，將呢個聖靈再一次喺你生命裏邊重生。所以他再一次聖靈在你生命裡面今日重生。劉中英嘅女士，佢得到呢個係唔係再翻冇福嘅身體，所以劉中英女士今天所得到的，不是再回到而係母腹裡上面，帝復活嘅靈而是上帝復活的靈吹進你個心裏邊，吹到你的心裡面，你受聖靈充滿。你會聖靈充滿。係所以哥林多前書咁樣話俾大家聽，所以在哥林多前書告訴大家6章19節話：你嘅身體就係聖靈嘅殿，是6章19節說，你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，而且呢個聖靈係從天嚟嘅，而且這聖靈是從所以你唔好天而來，太計較世上嘅東西嘅。所以你不要太計較世上的當東西。然上帝會祝福你世上嘅東西，想使用你，所以當然上帝用地上的東西要使用你，但係每個人都空空而嚟咧，空空而去。但每個人是空空而來，空空所以你而去。咁計較世上嘅東西為什麼呢？所以你這麼計較世上的東西，為什麼呢？佢話呢個係從上頭而嚟，他說這是從上頭一個而來，新嘅生命一個新的生命住喺我哋裏面，住在我們裡而面，且你唔係屬於你自己，而且不是屬於你係屬你自己，於神嘅。你是屬於神你同的。隔離講，我屬於神嘅你，跟他們的說，你是屬於神你屬於的，神嘅，哈你是屬於利路亞，神的哈利路亞。哈利路亞。所以你使乜驚啊？係你怕什麼啊？啊，上帝照住你啊！所以有上帝看着你，哈利路亞。哈利路亞。但是是有一個問題，有一個問題，呢個靈咧唔會離開你嘅，這個靈不會離開你，除非你唔信主。除非你不信主。我哋睇下有咩，你有冇證據啊？看一看有沒有證據。第一，第一，希伯來書話我總不撇下你，也唔會遺棄你、丟棄你。在希伯來書，他說我總不撇下你，也不丟棄你。我唔會撇下你成為孤兒，我不會撇下你成為孤我永遠兒，與你同在。我永遠與你同在。你們在父裏面，你們在父裡面，你們亦都喺我裏面，你們也在我裡面，我亦都喺你裏面。我也在你喺上裡面。帝存喺我哋嘅心靈，喺我哋生命裏面，永不離開。所以上帝存在我們心靈裡面，永不離開。而且佢俾我哋一個真理嘅聖靈，而且他給我們一個真理的聖靈。所以我哋正話睇到聖父、聖子、聖靈都與我哋同在。所以剛我們看到聖子、聖父、聖靈都與我呢個們同在，真理嘅聖靈這是真理的聖靈，幫助我哋明白聖經，幫助我們明白聖經，常與你們同在，常與你們同在，亦都住喺你哋裏面。也住在你們裡面。但係但是就係提摩太後書，我哋一齊讀啊！提摩太後書，我們一起讀。我們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我們若不認識他，他也必不認識我們。唯獨是呢，你如果唔想，你唔承認佢咧，如果你不承認他，佢就唔會承認你。他也不會承認你。唯獨是咧，呢個靈咧，你唔會與你同在嘅。所以唯獨是這個靈。當我哋唔承認耶穌嘅時候，當我們不承認耶穌嘅時候，我哋就離開佢啦。我們就離開他。佢亦都唔承認我哋。他也不承認我們了。但係想鼓勵大家。但我要鼓勵大家。雖然上帝已經唔俾一個永恆嘅身軀俾我哋啦。雖然上帝不給一個永恆嘅身軀給我們。但係呢120年裏邊咧，大家都要學到一樣嘢。但在這120年裡面，大家都可以學到一樣就係屬靈嘅復活。就是屬靈的復活。聖靈嘅復活。聖靈的復活。
當號筒再吹嘅時候，當號角再吹的時候，我俾你今日俾一個奧秘再俾我哋嘅面前去明白。有一個奧秘在我們面前，讓我們明白。佢話都唔係所有都會睡覺啊。他說不是所有都睡覺。佢講睡覺係死去咁解啊。睡覺就是死去。但係喺聖經裏面話，因為睡覺你會醒啊。因為聖經說睡覺你會醒。冇上帝嘅時候就唔會醒。沒有上帝嘅時候你就不會醒。但係信徒喺主裏邊死咗之後，信徒在主裡面死了之後，只不過係睡覺。只不過是睡覺。當號筒一再吹嘅時候，當號筒再吹嘅時候，死人要復活，死人要復活，成為不朽壞，成為不朽壞，必死嘅必死的變為不死，變為不死。呢個就係上帝俾我哋嘅奧秘嘅。這就是上帝給我們奧秘。我哋喺120年裏面要學到，要擁有呢個生命。我們在這120年裡面，我們要學到要擁有這種生命。你同隔離問下，你同隔離講，你跟旁邊的說，你擁有呢個生命啊？你擁有這個生你命了嗎？有冇擁有呢個生命啊？你擁有這個生命了嗎？你有呢個生命，你有這個生命，你就什麼都不懼怕，你就什麼都不懼你就有怕，盼望。你就有盼望。所以我哋必死嘅變為不死，所以我們必死的變為我不死。哋嘅身軀會朽壞啊！我們的身軀會朽呢個壞。係話俾我哋聽，我哋有新嘅身體啊！所以這告訴我們，我們有新的身體。我哋嘅靈體係點樣樣呢？我們的靈體是怎樣？我哋未完全知道，還沒有完全知道。但係我哋知道一個，但我們知道唔會再有生病，不會再有生病，不會老，不會老，不會滅亡不會滅亡嘅新嘅生命。新的生命。正如耶穌已經有呢個不死嘅生命。正如耶穌已經有這個不死的生命。當耶穌復活之後啊，當耶穌復活佢之後，彰顯好俾好多人知道，他彰顯給很多人知道。佢之前唔可以穿牆啊，之前他不可以穿牆，佢可以啊，但他可以。佢有一個已經嘅榮耀嘅身軀，他已經有了榮耀的身軀。所以我哋要得着呢個榮耀嘅身軀。所以我們要得着這榮耀的身軀。第一，點樣得着呢個榮耀身軀呢？第一，我們怎樣得着這榮耀的身軀呢？或者要有呢個救恩嘅盼望呢？或者要有這個救恩的盼望，就要忍耐到底。就要忍耐到底。啊，上帝做咗兩個嘅大嘅完成。所以上帝做了兩個大的完成。因為佢愛你，因為他愛你，所以第一樣嘢，所以第一樣，我哋亦都要做兩個嘅完成。我們也要做兩個的完成。第一就係要忍耐到底。第一就是要忍耐到底，先至得救，才可以得救。如果我哋半途而廢，如果我們半途而廢，被引誘唔相信上帝，被引誘了不相信上帝，離開上帝，離開上帝，唔相信佢嘅救恩，不相信他的救恩，我哋就唔會得唔能夠得忍耐到底得救啦。我們就不可以忍耐到底得救了。我讀一讀呢度麼？我們大家一起讀這一節經1、文。2、3。弟兄要把弟兄，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，兒女要起來與父母為敵，害死他們，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，唯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咁如果樣樣咁容易，使乜忍受啊？如果每樣都很容易的話，用得着忍受嗎？如果魔鬼唔再引誘我哋，使乜忍受啊？如果魔鬼不去引誘我們就不需要忍佢呢度受啊。話，包括你家人啊，都會因為耶穌咧出賣你啊！這裡講的包括你們的家人，也是因為耶穌也可以出賣你。因為信與不信啊，根本就中間冇共同點啊！因為信和不信在中間是沒有共同點的。魔鬼可以使用唔同嘅人咧去出賣你。魔鬼會使用不一樣的人去出賣你。黑同白根本就冇中間地點。是黑與白中間是沒有分別。一係你有耶穌，一就是你有耶穌；一係你就冇。二就是你沒有。一係你得救，一就是你得救；一係你就冇。二就是你沒有。所以先至要忍耐到底。所以我們才要忍耐到底。當好多嘢去引誘我哋嘅時候，當很多事情引誘我們的時候，叫我哋唔好認耶穌嘅時候，叫我們不要去認耶穌的時候，或者呢個罪啊，我哋個軟弱啊，太軟弱，我們會太軟弱，被罪勝過，被罪勝過了。但係我哋要回歸。但我們要回歸。所以呢個省察同埋懺悔咧，係上帝最大嘅恩典啊！所以這個審查和懺悔是上帝最大的恩典，俾我哋去悔改啊！
給我們去悔改，去回歸上帝。去回歸上帝。無論任何嘅嘢，無論任何事情，上帝回歸嘅時候，佢嘅寶血可足夠我哋洗乾淨我哋嘅罪。所以他的寶血足夠洗乾淨我們。所以第一，我哋要回應嘅咧。所以第一，我們要回應的最大嘅完成咧，最大的完成，你要忍耐到底，你要忍耐到底，先至得救，才可以得救。所以同隔離話，所以跟旁邊的你說，要忍耐到底，你要忍耐到底，先至得救啊！才可以得救。Amen，忍耐到底。我唔係嚇你啊！不是恐嚇你啊！呢個係聖經嘅説話。這是聖經的話語啊！會唔會人走下走翻轉頭咧？有沒有走回頭路啊？聖經話會有㗎。聖經說是有的。但係我希望我哋唔喺我哋當中。但希望這個人不在我們當所以中。我鼓勵你咧，無論如何都要抓住耶穌。所以我鼓勵你們，無論如何要忍耐到底，抓住耶穌。第二，我哋要力戰到底。我們要力戰到底。你要得第二個係得上頭嘅獎賞啊！你要得到上頭的獎賞。我哋唔能夠放棄啊！我們不能夠放棄。你要得着呢個獎賞啊！你要得着這獎賞。跑完呢個道路，跑完這道路，完成上帝俾你每個人嘅負擔，完成上帝給你們每個人的負擔，完成上帝俾你每個人嘅旨意，完成上帝給你們每個人的旨意，俾我哋嘅旨意，給我們的旨意。除咗我哋生命嘅生計之外，除了我們生命的生計以外，上帝俾每個人都有一個使命，一個目的。上帝給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使命，有一個目的。有一些人喺你當中咧，佢想你咧係同佢傳福音嘅。有一些人在你們身邊當中，他們想要你們傳福音的。當然我哋自己要得救啦。當然我們首先自己要得救。如果我哋自己都唔得救，點樣去傳俾人呢？如果我們自己都還沒有得救，怎麼去所以我哋傳給人呢？得救之後，亦都唔好白費。所以我們得救之後不要白費。上帝嘅恩典，上帝的恩典，我哋要打好美好嘅仗。我們要打美好的仗。我一齊讀嘅。我們一起讀。那美好嘅仗我已經打過了，當走嘅路我已經跑盡了，所信嘅道我已守住了。從此以後，有公義的公義榮耀光榮流傳傳俾我哋。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們，不但賜給我，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。阿們。所以每個人有一啲上帝有啲榮耀嘅獎賞等候每個人。所以每一個人，上帝都有榮耀的獎賞等候你們。呢個係永生嘅獎賞。這是永生嘅獎賞。因為我哋睇唔到咁清楚。因為我們看不到這麼清楚。覺得好隨便，唔介意。覺得很隨便，不介意。但係有人睇到呢個話，叫上帝係俾我睇到啊。如果有一些人會看得到，上帝就讓你看到。佢話有啲人呢哀哭切齒啊。所以有一些人哀哭切齒。希望。哎呀，上到天堂嘅時候，佢話我希望我做多啲啦，為神。所以上到天堂嘅時候就我希望真的可以為神做多一點。但係佢嗰時唔需要啦。但到個時候呢就不需要了。亞伯拉罕上帝點樣祝福亞伯拉罕嘅基業？所以上帝如何祝福亞伯拉罕的基業？呢個產業究竟係乜嘢呢？那產業是什麼呢？當然係最重要就係上帝嘅生命喺我哋裏邊。當然是上帝最重要的生命在我哋越嚟越像耶穌。我們越來越像耶穌。我哋唔可以退後。我們不可以退後。第二，佢真係咧喺亞伯拉罕當時咧就係流奶與蜜之地。所以亞伯拉罕真的在那個流奶與蜜之地。所以我非常相信鼓勵大家咧，將來嘅獎賞咧係你諗都諗唔到。所以我非常鼓勵你們想一想，你們將來獎賞你想都想不到的，是驚喜來的。前兩晚我 I have surprise， 我都記。所以都是一個大驚喜。所以嗰個獎賞咧係非常之大。所以那個獎賞是非常的大。佢話：如果你對小事忠心啊，他說如果你對小事忠心，佢用一個比喻。他用一個比喻。你將來咧，佢話我會俾好多嘅城池你去管理。他的比喻說，把很多的城池讓你去管理。佢係一個比喻啫。他這個比喻。佢個城池究竟係乜嘢嘅城池咧？嗱，這個城池是什麼樣的城池？俾幾個月球，俾幾個佢咁多嘅上帝咁多嘅富有。所以上帝是這麼多的富有。佢一定會刻薄你啊！他一定不會刻薄你。所以你要找緊上帝嗰度呢個基業。所以你一定要抓住上帝的基業。唔好咁
看咁重地上嘅基業，唔好看咁重地上嘅基業。不要看重地上的基業。今生嘅富有並不表示你將來嘅富有。今生的富有不代表你將來的富有。你今天嘅唔係太富有，不表示你將來你唔豐盛。今天你的不富有，不代表你將來不豐盛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而且嗰個先係永恆。而且那才是永恆。OK， 好。所以我哋你睇呢度，如果你忍耐到底，你看這裡，如果你忍耐到底，我必與他一同作王。必與他一同作王。我哋當中有幾多個王子喺度啊？真係喺世上有王子。我看一看這裡有多少個王子在這裡啊？有幾多個？啊，得師母一個犀利，佢喺我屋企係作王嘅皇后。他在我家是做王后。我哋冇啊，一個都冇。一國之君，一國嘅公主有冇喺度啊？一國的公主有冇在啊？沒有，但係有一日，我哋個個都係公主皇帝。但有一天，我們每一個都是公主和皇帝。你睇下呢個身份幾緊要？你看這個身份重不重要？所以要忍耐。所以我們要忍耐。呢個嘅祝呢個嘅賞賜呢個祝福咧，大過我哋所想所求。所以這個賞賜，這個祝福大過我們所想所求。但如果我哋唔認佢咧，但我們不認他，我哋就冇啦。我們就沒有了。OK， 咁點樣總結？好，總結。我哋有一個身軀啦。我們有這個身軀了。我哋亦都有一個靈魂啦。有一個聖靈啦。我們也有聖靈了。我哋點樣去處理佢咧？那我們怎樣去處理呢？嘉臣弟兄2個禮拜前啊，3個禮拜前啊，講話凡事都興盛。所以嘉臣弟兄說3個禮拜前他講過凡事興盛。係需要啊。是需要的。你身體要興盛啊。你身體要興盛。你個靈要興盛啊。你的靈要興盛。你個魂要興盛啊。你的魂要興盛。你個魂係什麼東西咧？那魂是什麼東西？就係你嘅理解力。就是你的理解力。你嘅智慧。你的智慧。你嘅想法。你的想法。同埋個靈裏邊咧有你嘅感情。就是你裡面有你的感情。你嘅情商。你的情商夠唔夠高？夠不夠高？你個 IQ 啊，叫 IQ 即個智商可能好高。所以你的智商可能很高。但係你個情商唔夠高的話，但如果你的情商不夠高，你都唔係好豐盛。你就不是很豐盛。但係你情商好豐盛，你的情商很豐盛。你智商唔夠，你的智商不夠。我哋又要去上帝要求啦。我們就要向上帝求。第一就要保養我哋嘅身體。所以第一要保養我們的身體。因為你嘅身體係聖靈嘅殿。因為你的身體是聖靈的殿。係要好，我好快講俾你點樣去保護呢個身體啦。所以怎樣去保護這身體呢？希望祝福到大家。希望可以祝福大家。第一次上帝用什麼嚟造男造女呢？用什麼？第一次上帝用什麼來造男造女呢？大家想唔想要健康先？大家想不想要健康？喺呢度想唔想大家要想健康？大家想不想健康？好唔好似每天都像什麼啊？蹦蹦跳，蹦蹦跳。第一次上帝喺泥土造人。第一次上帝用泥土造人。然後吹一口生氣，一口靈氣進亞當夏娃。所以吹了一口生氣、靈氣進了亞當夏娃。如果上帝唔吹呢口氣咧，如果上帝不吹這口氣，亞當只不過係一堆泥。所以亞當只不過是一堆泥。睇唔睇到呢個聖靈嘅重要性？你看得到這個聖靈的重要性。聖靈就係俾人有生命。聖靈就是讓人有生命，使佢亞當嘅肌肉啊能夠生長，使亞當的肌肉可以生長。佢甚至如果佢唔犯罪，佢可以永生嘅呢個生命。如果他不犯罪的話，他的生命可以永生。所以個聖靈就係創造我哋生命嘅主要嘅因素、元素。
所以聖靈就是創造我們身體的主要的因素。所以我哋嘅筋骨咧，佢就扶持起嚟，建立起嚟。所以我們的筋骨就扶持起來，建立起來了。同樣嘅聖靈今日，同樣的聖靈，耶穌你睇呢度，耶穌做神蹟就係呢個聖靈。所以今天你們看耶穌做神蹟就是這個聖靈，呢個能力嘅恩膏，這是能力的恩膏。趕鬼都係呢個力，趕鬼也是這個靈。我分享嘅就係話，要常常，如果你常常與聖靈同在。我今天分享的就是說，你要常常與聖靈同在。既然你個身體已經係聖靈嘅殿，既然你的身體是聖靈的殿，你常常與聖靈接觸的話，你常常與聖靈接觸的話，聖靈有能力咧去幫助你咧，甚至醫生做唔到嘅嘢。所以聖靈有能力幫助你，甚至乎醫生做不了的你事。食物上缺乏嘅嘢，佢要俾你去還原去補充。你食物上有失去的，他會還原補充給你。既然聖靈係創造你嘅，既然聖靈是創造你的，佢可唔可以保養你？他可不可以保養你啊？可以嗎？可以嗎？所以你要常常與聖靈接觸。所以你要常常與聖靈接觸。聖靈創造你，當然佢可以醫治你。聖靈可以創造你，當然也可以醫治你。當然醫唔醫治係在乎佢啦。當然醫治在乎他。但係你要常與聖靈接觸。但你常與聖靈同在。佢話人嘅憂慮出於自己嘅時候啊。因為他說人的憂慮出於佢話你好多自己的時候。嘅疾病啊。很多的疾病。佢話你敬拜神嘅時候。當你敬拜神嘅時候。佢話你個人咧好開朗。你的人會很開朗。佢話佢壽命咧會長啲嘅。你的壽命會更長。咁呢個壽命嘅能力就係佢敬拜嘅時候就係與聖靈同在。所以壽命的能力就是與聖靈的同在。好，我問你，聰明、思想、智商、情商，可唔可以上帝可唔可以幫助我哋？我在這裡問你們呢，其他生活能力、聰明、思想、智商、情商，同樣可以向神求嗎？上帝，你可唔可以幫助你？上帝可以幫助你們嗎？聖靈可以幫助我哋。聖靈可以幫助你。聖經話聖靈俾啲巧匠啊，有呢個聰明智慧去做事情。所以聖經說聖靈給那個巧匠有這個聰明的能力去做事情。之前我自己嘅工作啊，20年啊，都從來冇缺乏過。所以之前我的工作20年來都從來沒有缺乏過。我意思係冇出錯。我的意思說沒有出錯。我接觸嘅嘢有時係好新嘅，未知道過嘅。我接觸的事情可能是很新的，從來沒有接觸過。但係當我求上帝嘅時候，當我求上帝的時候，佢就降落呢個智慧俾我。他就將這個智慧給我，亦都俾能力我哋。也賜我能力。阿們。阿們。所以呢個聖靈係好重要。所以這聖靈很重要。好啦，最後。好，最後。我哋要點樣先能夠成長呢個屬靈嘅生命呢？那我們怎樣可以成長這屬靈的生命呢？當然就係常常與聖靈接觸啦。當然要常常與聖靈接觸。但係咧，不斷咁樣成長係冇捷徑嘅。不斷的成長是沒有捷徑。你要花時間去認識神。你要花時間去認識神。你要花時間同聖靈溝通。你要花時間與聖靈溝通。明白聖靈嘅聲音係乜嘢？明白聖靈的聲音是什麼？唔好花太多時間喺啲細，即係對我哋冇幫助嘅東西。不要花太多的時間對我們沒有幫助的事情上。去尋求屬天新嘅生命。我們要去尋求屬天新的生命。亦都要不斷咁樣替換。也要不斷的替換。主啊，我唔夠。主啊，我不夠。主啊，我呢度冇呢個溫柔。主啊，我這裡沒有這個溫柔。求你賜給我加添個溫柔。求你加添賜給我溫柔。我喺呢度冇呢個恩慈，呢個憐憫。我沒有這個恩賜，沒有這個憐憫。求你俾我呢個憐憫。求你給我這個憐憫。上帝可以啊，你成日去同佢交換。上帝可以給你交換。
我冇呢個聖潔呢方面冇聖潔，我在這一方面沒有聖潔，你可唔可以幫助我俾你嘅聖潔？他可以幫助你，給你聖潔。我呢方面有軟弱，我在這一個方面有軟弱，有壞習慣，有壞的習慣，你可唔可以幫助我去得勝？請你幫助我去得勝。當我哋經歷佢嘅時候，當我們經歷他的時候，佢會俾呢個力量，他會給你這個力你就量，知道上帝嘅實在。你就知道上帝的實在。你知道亦都冇用喎。但你知道也沒有用啊。如果我哋要不斷順服先得喎。我們要不斷的去順服才可以啊。咁我哋就算你想順服，就算你想順服，我相信大家都想順服，我想大家都順服，但係都冇力量啊。但沒有力量啊。就要係靠佢啊，所以我們要靠着他，靠在你裏面嘅上帝。靠在你裡面的上帝。保羅話：讓上帝加添你嘅力量。保羅說：讓上帝加添你的力量，凡事都能做。凡事都能做。同前面話，跟前面的說，上帝加添你嘅力量。上帝加添你的力量，凡事都能做。你凡事都能做。你要真係要求問神啊！你真的要求問神，唔好走錯啊！不要走錯。所以今日歐太話引領我哋，繼續引領我哋。所以今天歐太太分享說，引領我們要繼續引領我們。有啲事情喺人生係好緊要嘅。因為有些事情在人生很重要。所以求問神啊！所以求問神，聽到佢嘅答案，要聽到他的答案，你就可以放心去做。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做。Amen。主啊，我哋喺度做個祈禱。主啊，我們在這裡做一個禱告。多謝你嘅愛心。謝謝你的愛心。如果唔係你第一次嘅創造，如果不是你第一次的創造，我哋都唔存在。我們也不存在。真係你睇到你嘅對我哋特別嘅眷顧。真的看見你對我們特別的對人類特別嘅眷顧。對人類特別的眷顧。我哋算得什麼？為什麼你這麼眷顧我哋呢？我們算什麼呢？為什麼你這麼眷顧我們？就係完全出於你自己嘅愛。就是完全出於你的愛。第二，我哋多謝耶穌。人類已經係墮落嘅時候。第二，我們要感謝耶穌，人類已經在墜落的時候，你使我哋重生。你使我們重生。你十字架成就了第二次嘅生命。你在十字架承受了第二次的生命。更重要嘅生命。是更重要的生命。就喺我哋靈裏邊再一次復甦。就是在我們靈裡面再一次復甦。主啊，今日我哋求你。主啊，求你再一次嘅回應就係要找緊呢個救恩。我們的回應就是要抓住這個救恩，忍耐到底，忍耐到底，方能得救，方能得救。所以我哋當中，所以我們當中願意接受呢個救恩，願意接受這救恩的，接受耶穌嘅成全嘅，接受耶穌的成全的，將呢個聖靈再喺我哋生命嘅。在這個聖靈在一次咱們生命裡面。如果你願意的話，如果你願意的話，你可唔可以舉舉手啊？你可以舉舉手嗎？哈利路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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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亞。主啊，你查看到我哋。主啊，你查看我們。你亦都知道我哋每個人嘅心靈。你知道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。主啊，凡舉手嘅，你都使呢個聖靈充滿佢哋。主啊，凡舉手的，你就使那個聖靈充滿。呢個復活嘅靈已經進入佢每個人嘅心裏邊。這個復活的靈已經進入他們的心裡面，不斷咁樣去幫助佢哋，不斷的去幫助他們，改變佢哋，改變他們，不離開佢哋，不離開他們。奉主耶穌名求，奉耶穌的名求。第二個祈禱嘅禱告就係已經得救嘅，已經得救的。求你今日使我哋因着你嘅愛，求你使我們因着你的愛，願意去成全你嘅旨意，願意去成全你的旨意。如果呢個旨意係唔係有衝擊嘅，就好容易。如果這旨意沒有衝擊的，就很容易。但係你俾我哋呢個使命係知道有衝擊嘅。但你給我們的使命知道是有衝擊的。但係為着真理去站立，為着生命去成全係值得嘅。但我們用生命去站立，用真理去站立，用生命去成就是值得的。主啊，求你都使用我哋每一個人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們每一個人。唔多唔少為你結果子。
不多不少可以為你結果子。有啲已經知道你嘅使命嘅，有些已經知道你的使命，求你幫助每一個人去成全，請你幫助每一個人去成全，加添我哋每個人嘅力量。加添每一個人的力量。我哋再一次喺你面前立志，我們再一次在你面前立志，求你幫助我哋請你幫助我們成全你嘅旨意，成全你的旨意，在地如在天。在地如同在天。如果你今日係願意再委身俾神成全佢旨意嘅，如果你們願意委身給神成全他的旨意的，你可唔可以舉舉手？你可以舉舉手嗎？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主，呢個係最有福分嘅呼召，主啊，這是最有福分的呼召，亦都使到我哋好多時未完全有能力嘅追求，也使我們在有時候沒有完全的能力去追求。但係呢個係最榮耀嘅呼召。但是這是最榮耀的呼召。求你使我哋每個人都跑完應跑嘅道路，求你使我們每一個人都跑完應跑的路，打完美好嘅仗，打完美好的仗，而喺得着從天上頭嚟嘅獎賞，而要得着從天上而來的獎賞，榮耀嘅冠冕，榮耀的冠冕，加添你教會嘅力量，加添教會的力量，我哋嘅力量，我們的力量，奉主耶穌得勝名求。奉主耶穌得勝的名求。Amen。 Amen。俾掌聲主耶穌基督，哈利路亞。給掌聲主耶穌基督。多謝 Frankie。謝謝牧師。